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喺金粵國校園版入邊咧播放有聲書嘅。咁當大家咧登入到我哋金粵國校園版嘅網頁之後咧，可以嚟到主頁，咁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嘅搜尋鍵咧去揾你想要嘅書啦，或者咧喺版面入邊咧去選擇你喜歡嘅書籍。咁我而家咧就先揾我喜歡嘅書啦，譬如我而家就想揾《半大海》呢本書。咁啊，透過搜尋咧去揾出嚟，咁咧相關嘅書咧就喺你嘅眼前啦。然後咧，我就揀其中一本你自己有興趣閱讀嘅書籍，譬如話呢本《我是半大海一》。咁一下之後咧，佢就會去到呢版嘅書籍簡介頁噶啦。大家咧可以特別留意咧，書名下邊咧係有開始閱讀嘅呢個掣嘅，大家可以簡單一個 click 入去，相關嘅書籍咧好快就會喺你眼前出現噶啦。大家咧可以留意，如果你想播放呢一版嘅書籍內容嘅話咧，可以留意網頁嘅右上角有一個三角形，擺個 cursor 埋去咧，會見到係文字轉語音嘅。大家咧可以簡單一 click 啦，然後咧佢就有個提示，咁咧就係話翻俾你聽，哦，你可以選擇你喜歡嘅語言嘅。譬如話我而家咧想試讀普通話，咁我揀咗先啦，然後再撳綠色呢個掣。我們這批出生的大熊貓寶寶亮相的時候，其他寶寶都是小小的、白白的，只有我胖胖的、粉粉的，像不像一顆泡過水的胖大海？係啦，咁咧呢個咧就係播放成版嘅內容嘅。如果你話咧我唔需要睇播晒成版，我淨係想選段去播放，咁點做咧？咁大家咧可以咧將個 cursor 咧擺落去你選擇嘅嗰一句入邊。譬如話，我揀一句先，就揀呢句啦。你 highlight 咗你需要嗰句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個 pop up 嘅圖示出現咗。咁其中咧有人仔呢一個隔離有兩個 speaker 嘅狀態嘅樣咧，其實就係我哋播放有聲書指定段落嘅位置嚟嘅。咁大家可以簡單一 click 落去，大家咧係可以揀你喜歡嘅語言啦。當你撳 play 掣嘅時候咧，隔離綠色 play 掣，亦都咧係有男聲或者女聲係可以俾你選擇嘅。咁你可以選擇翻你需要嘅聲調啦。其他寶寶都是小小的、白白的，只有我胖胖的、粉粉的，像不像一顆泡過水的胖大海？以上呢就係關於有聲書播放嘅操作教學啦，多謝大家支持。